所以今要来考大家哦，成语听有无？成语、成语、台语、成语，看你台语听到真正到到位啊！哎呦，你也解释出来哦，老师来卡落来。哇！我说心诚则灵。我讲500比。哇，厉害！ 1、2、3。好。我说袖手旁观。拢无我的代志。今日你安讲个是对啦吼。靠台语味啦，徛关山看马烧塔。这句你知意思无？徛关山安怎？看马烧塔。看马烧塔。塔哦。对。你两个人踢来踢去，拍来拍去，我哋后来搁那撿落去，搁撿落去安尼。另外一样就讲隔岸观火，有无？你徛关山看马烧，当然无你的代志嘛。所以我说袖手旁观。徛关山看马烧塔。对啦。来，我说老天有眼。人咧做天咧看。高。天公伯有甲目睭拍开。所以你的唱片一定会比较袂歹。你愈讲会愈假了都。好，来，1、2、3，我说口无遮拦。我讲黑白讲话。那还简单啊！口无遮拦，黑白讲话对啊，口白讲啊，黑白讲话，无挂牛喙暗，无挂牛喙暗嘛吼，就是讲伊支喙安尼一直弹，黑白讲。这支喙好绿绿，迄无共，无共。好绿绿是真正黑白讲讲的，人讲算命喙好绿绿。哦。不过你这是更加歹，心歹无人知，喙歹上厉害。哦。所以唔通黑白讲话。所以无挂牛喙暗。暗，我说口无遮拦。我讲无挂牛喙暗。我说口干舌燥。我讲无喙烂。无喙烂对咩？口干舌燥，无喙烂。口干舌燥。熬大喙垮。熬大喙垮。就是咳。熬大嘴垮，熬大。我说口干舌燥。我讲熬大嘴垮。1、2、3，我说口耳相传。我甲你讲，你搁去甲别人讲。我甲你讲，你也别讲，问讲我甲你讲的。不是，我甲你讲，你爱甲别人讲。爱甲别人讲，爱去甲别人讲。你教迄艺术甲反倒过来，但是现在算反应就袂歹啊。是哦，假好到小过来。你若去食着什么款的好物件有无？你就讲啊，我迄间个什么面件偌好食的，有无？介绍给别人安尼。我说口耳相传。嘴沙咧黑白讲。假好到小过啦。什么？你不是说口无遮拦吗？我讲口耳相传呢。对不起，收紧张。你今仔受来录影无啦？